出家时间渐近。菩萨虽然和许多嫔妃们欢聚在一起，但是他并没有被欲望所污染，仍然保持着圣者的行为和品德。出家的时间已经渐渐的临近了。2. 净饭王梦见王子出家。有一个晚上，净饭王就做了一个梦。在梦里，他看到菩萨在人们都已经入睡的时候出世离家，穿着赤黄色的袈裟。净饭王从梦中醒来以后，就赶紧问身边的内臣说，王子现在是不是和嫔妃们在一起？内臣就回答说，是的，尊敬的国王，王子确实和嫔妃们在一起。3. 建造4基寝宫，防止出家。国王听了以后，心里就想着，这肯定是王子要出家的一个预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不能再让王子外出去游园了，只能让他沉溺于女色之中，这样他就不会想到出家。于是国王就下诏令，专门为王子建造了各种不同的寝宫。这些寝宫的室内温度都可以根据1年4季来调节，无论什么季节他都能感受到舒适的温度。每一座宫殿的那种巨大的阶梯都需要500个人在早上安装好，到了晚上再卸下来。4. 构造巨大门板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突然就有了一种声音传出来，说的是王子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出家了。这个声音传得很远，一直传到了半游巡这么远的地方。各位相师也都预言说王子将要出家离开俗世，因此国王就在吉祥门上构造了非常高大的门板，每一扇门板都需要100个人才能够打开和关闭。门板打开的声音和关闭的声音也都能传得很远，可以传到半游巡那么远的地方。5. 29岁诞辰预言。在菩萨到了29岁生日的那一天，也就是4月15日这一天，各位相师又做出了一个预言。他们说王子如果再过7个月都还没有出家的话，那他就将要成为转轮王。听到这个预言以后，净饭王就想着要给王子提供充足的五欲享受，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诱惑能够阻止王子出家。但是菩萨却并没有沉溺于色欲和各种娱乐活动之中。6. 菩萨请求游园。为了要展示出在家庭和尘世中存在着许多罪过，为了要展示出出家的原因是因为害怕衰老、疾病和死亡，是因为对众生怀着慈悲心，而并不是因为要抛弃亲朋好友，菩萨就对那位生于牛圈的车夫产那陀说道，我今天想去游园，你去给我张罗马车吧。车夫产那陀就把王子的这个要求禀报给了净饭王。7. 国王下令清理丑恶。国王认为一定要按照王子所喜欢的去做，所以他就向城里的所有人宣布诏令说，王子要在7天之内去游园。你们要把城里和花园中的所有丑恶的事物都清理掉，把它变成仙境一般的地方。众人听到国王的命令以后，就马上行动起来，谁都不敢怠慢。随后产那陀就牵来了监制等4匹良马，把他们套在马车上来侍候菩萨。菩萨就乘坐着马车，和许多随从们一起从城的东门出发，走向东边的花园。8. 东门现老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由于菩萨自身的法力，住在净天的众神就变化成了一位老者。只见这位老者驼着背，弯着腰，手里拄着拐杖，颤抖着行走。他的头发都已经变成了灰白色，嘴里也没有了牙齿。他看起来和别人完全不同。菩萨看到以后，就故意问产那陀说，车夫啊，这是谁啊？产那陀就回答说，尊敬的王子，这是一位衰老的老人。9. 询问衰老之事。菩萨又问道，什么是衰老的老人呢？车夫就回答说，因为他已经衰老了，所以不久将会死去，所以他就叫衰老者。菩萨又接着问道，那我也不能脱离这种衰老的法则吗？车夫就回答说，是的，尊敬的王子，你也不能例外于这个法则，你也会衰老，也会死亡。10. 因衰老而苦恼。菩萨听了以后就说道，车夫啊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驾车回城吧。我需要好好的禅思一下，体会一下自己也不能脱离衰老法则这样一个事实。于是菩萨就回到了王宫里面。回到宫以后，菩萨就整天都在因为自己也不能脱离衰老而感到苦恼。随后净饭王就问产那陀说，王子去游园开心吗？很快乐吧？产那陀就把在游园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禀报给了国王。
国王听了以后，仍然想着要通过提供各种五欲的享乐来打消王子出家的念头。11. 南门献病者。过了一些日子以后，菩萨就用同样的方式又前往了南边的花园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的面色已经变成了黄色，身体瘦得像柴火一样，精神恍恍惚惚的，身上不断地流出黄色的液体，腹部也肿胀起来了，整个人都陷在自己的尿液和粪便中。众人看到这样的景象，都感到害怕，转过身去不敢看。产那陀就回答菩萨的问话说：尊敬的王子，这是一位患病的人。12. 询问疾病之事。菩萨就接着问道：什么是患病的人呢？产那陀就回答说：因为这个人得了疾病，所以他最终将会死去，因此他就叫患病者。菩萨又问道：那我也不能脱离得疾病的法则吗？产那陀就回答说：是的，尊敬的王子，你也无法脱离得病的法则，你也会生病。13. 因疾病而苦恼。于是菩萨又回到了王宫里。回宫以后，菩萨就整天都在因为自己不能脱离得病的这个事实而感到苦恼。净饭王听说了这件事以后，又向王子提供了许多丰富的享用物品，希望能够转移王子的注意力。14. 西门献死者。又过了一些日子以后，王子来到了西边的花园中。在那里，他遇见了这样一个场景，有几个人抬着一口用各种色彩的布料盖着的木棺在走着。在棺木的前面走着许多人，在后面跟随着众多的妇女。这些妇女们都在捶着胸膛，发出哀嚎的声音，有的还披散着头发。菩萨又问产那陀说：这是什么？产那陀就回答说：尊敬的王子，这就是死亡。15. 询问死亡之事。菩萨就接着问道：什么叫死亡呢？产那陀就回答说：死亡就是说，从今以后，这个人将再也见不到他亲近的父母和众人，同样，人们也再也不会看到他了，所以这就叫死亡。菩萨又问道：那我也不能脱离死亡的法则吧？产那陀就回答说：是的，尊敬的王子，你也不能脱离死亡的法则，你也会死。16. 因死亡而苦恼。于是菩萨又回到了王宫里。回宫以后，菩萨就整天都在因为自己不能脱离死亡而感到苦恼。净饭王也和之前一样做出了同样的举动。大臣优陀夷也在怂恿和鼓励所有的嫔妃们，让他们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，不让王子心里升起出家的念头。17. 北门献出家人。又过了几天，王子又来到了北边的花园。在那里，他看见了一位人士。这位人士已经剃去了头发，穿着赤黄色的衣服，手里拿着钵盂，挨家挨户的在走着。菩萨就问产那陀说：那是什么人？产那陀就回答说：尊敬的王子，那是出家人。18. 询问出家之事。菩萨就接着问道：什么是出家人呢？产那陀就回答说：出家人是这样的人，他们为人温和顺良，严格的持守戒律，看重事物的深层意义，身心都很安逸，经常行施善业。因此他们剃去了头发和胡须，穿上了赤黄色的袈裟。他们带着虔诚的信仰离开俗世出家了，所以他们就叫出家人。菩萨又问了那位僧人，那位僧人也给了同样的回答。19. 寻思出家之事。回到王宫以后，菩萨就整天都在寻思着自己也要出家这样一件事。产那陀也把这件事禀报给了净饭王。国王听到以后，认为相师们所做的预言很可能是真的，于是他又给王子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享乐物品，希望能够阻止王子出家。20. 众人梦见出家预兆。之后到了仲秋8月初8这个夜晚，摩诃婆舍波提夫人就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她看到了6个预兆。这6个预兆分别是：树木都倒在了地上，王子头上的冠冕失落了，他自己的肢体断裂了，身体也裸露着，珍珠和金子做的腰带都断落了，各种各样的饰品都掉进了河里，珍珠项链也断落了，导致大海都在咆哮。净饭王也做了一个梦，在他的梦里，他看到王子的睡床折断了，还有他自己要断子绝孙了。当天早晨，菩萨听说了这些梦以后，就认为这些都是自己要离开城市出家的预兆。21. 派往农庄视察。随后，国王心里就想着，为了要分散王子的注意力，
让他不再想着出家的事，我可以把他派往农庄去视察。于是国王就召来了王子，下令说：王子啊，你去农庄视察一下农活吧。菩萨虽然心中一直在思念着出家的事，但是父王的命令是难以违背的。于是菩萨就驾着车来到了农庄。22. 途中遇见矿工。在路上，菩萨遇见了500位矿工。这些矿工们披散着头发，指甲也留得很长。他们拿出了自己所采掘出来的各种矿物，要献给菩萨。菩萨对他们说道：我不要这些。说完以后，那些矿物就全部掉进了大海里面。23. 释放农夫与耕牛。菩萨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只见农夫们因为繁忙的农活而劳苦不堪，耕牛们也因为要耕地而备受疲惫之苦。菩萨看到这样的景象以后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是谁的人？众农夫就回答说：我们是您的农夫，尊敬的王子。菩萨听了以后就说道：从今以后，你们不必再做奴隶了，去获取享乐吧，去自由的生活吧。菩萨又把耕牛也都解开了，说道：从今以后，你们也自由了，自由的去吃草喝水吧，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吧。24. 再次树影不移。就这样，菩萨视察完了农务以后，就和上一次一样，在占卜树的树荫下进入了出禅的状态，静静地坐着。随行的众人也都围坐在树的四周。到了午后，净饭王就前来看望王子。他看到占卜树的树影和上次一样，仍然照在王子的身上，一动不动，完全没有移动过。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净饭王就赶紧跪拜顶礼。25. 途中现神化尸体。之后啊，国王就把王子从禅定中唤起来，菩萨和众人就驾着车回城。在回城的途中，王子看到了横躺着的几具尸体，这些尸体其实是诸神幻化出来的。看到这些尸体，王子的心里就产生了悲哀之情，他就在原地盘坐在马车上，不肯走了。最终，在国王的规劝下，王子才进入了城中。这时候，那些相师们又做出了预言，他们说，如果王子在7天之内还不出家，那他就将要成为转轮王。26. 四王商议严加看管。回到城中以后，净饭王、白饭王、糊饭王、甘露饭王这4位王就聚在一起商议。他们决定在接下来的7天之中，要严加看管王子，不让他有机会出家。27. 修造7道城墙防护。为了要实现这个目的，他们就在迦毗罗卫城的四周修造了7道城墙和护城河，在所有的城门上都装上了铁制的门板，所有的门板上都安装了声音非常洪亮的铃钟。当这些铃钟响起来的时候，声音可以传到伊由旬那么远的地方。王子所骑乘的监制马匹的马厩用铜板封盖，并用黄金网加固。28. 严密部署守卫。城的4个门都有手持着武器的世家卫兵、军队、象队、车阵等等严加把守。国王还吩咐所有的嫔妃一刻都不能停止唱歌跳舞。所有的大臣们也和卫兵们一起在城市的四周巡逻。围墙上架起了云梯，这些云梯都需要500个人才能移动。众嫔妃们宫殿的门上都挂起了铃铛，每当打开门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会响遍净饭王的整个王宫，这样就让所有的嫔妃侍从、城中的看守和城市四周的卫兵都能够知道有人在开门，他们就会立即进入战斗状态，严阵以待。而菩萨呢，就在王宫中和那些唱歌笑语不断的众嫔妃们一起玩乐着。29. 4兄弟亲自把守4门。到了夜里，净饭王的4个兄弟就亲自来把守4个城门，其中释迦摩诃那摩是负责巡视的。他来到城的东门问道：谁在守卫城门？净饭王就回答说：是我在守卫。摩诃那摩又说：是您啊，尊敬的国王，请您注意守卫啊。摩诃那摩又来到了南门问道：谁在这里守卫？糊饭王就回答说：是我在把守。摩诃那摩又来到了西城门问道：谁在这里守卫？白饭王就回答说：是我在这里守卫。摩诃那摩又来到了北门问道：谁在守卫城门？甘露饭王就回答说：是我在守卫。摩诃那摩又来到城中的各个十字路口问道：谁在此处守卫？卫兵们就回答说：是我们在守卫。摩诃那摩又说：请你们注意防守啊。30. 第1夜过去，到了天亮的时候，摩
摩诃那摩就向净饭王禀报说：尊敬的国王，7天之中已经过去了1个夜晚。国王听了以后就高高兴兴地说：好啊，再过6个夜晚，王子就将要成为转轮王了，我们就将会拥有7正宝，就能飞上天空，远游四海啦。31耶输陀罗梦见不祥。到了第6天的半夜，王妃耶输陀罗就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她看到了许多不祥的景象，树木都倒在了地上，她头上戴的冠冕失落了，她自己的肢体也断裂了，身体赤裸着，珍珠和金子做的腰带断落了，各种各样的饰品都掉进了河里，珍珠项链也断落了，导致大海都在咆哮。她从睡梦中醒来以后，惊慌失措，心乱如麻，她赶紧把这个梦禀告给了菩萨。32菩萨安慰将得解脱。菩萨听了以后就对他说：梦兆很好啊，请你安心的睡吧，那是你将要得到解脱的预兆。33八众出家兆头。随后就发生了8众出家的兆头。这8众兆头分别是：天鹅、孔雀等鸟类飞到了王宫的顶上，但是却既不鸣叫也不叫喊，连花都谢落了，树木都枯萎了，琴弦都断了，乐器都不响了，众人都昏昏欲睡，打着哈欠，没有人再痴心于唱歌跳舞了。净饭王感到非常非常的悲哀。